我们中华民国的军事法典有审判平民犯罪的情节，是一种不民主、侵害人权的说法，而这种说法是无疑是不了解中华民国的情况，因为我们中华民国正面临着全世界最狠毒的敌人——中共的一个独裁政权。我们为了确保国家的安全，并保护绝大多数国民的福祉，不得不将某些个影响国家重大治安的犯罪来划交给机关最高军事单位来审判。中华民国的军事审判绝对是公正、公平、公开。也无理智，无趣又无信念，无人敢讲啥物，每一个人头来来看我，看你目睭紧紧看，你礼拜后变就唱起来辛苦，好酷的人夹起来辛苦，希望那所精彩，有像我那历史经过经过国民党嘛变变晒，三十八人人的抗议动作，生成一个国民党。地人命为主命，本身生命活，若是活伫迄个时代，参加比咧得拼输赢，无人知影去世的真理无使啦。咱不信的命案，还未破案。台湾是台湾，但是台湾是台湾人会用性命牺牲保护你。若是准备等，亲身来出卖台湾，和中国，我甲你讲。你个放袂记啊！我差点把你脸吓哭了。结果突然就当啊，把塞满大。无道理我丢，当初应该我的尊严站你头卡，我的小怪兽，我的混怪，我的生啊！你个放袂记啊！我差点把你脸吓。你个放袂记啊！我差点把你脸吓。结果突然就当啊，把塞满大。当初应该我的尊严站你头卡，我的小怪兽，我的混怪。看你这样来也配得上你，你是不过会当初拢无来想，不是你也家己去互当年啊，回去的过去啊，到即摆艰苦嘛是靠伫咱地影，无人知影路是安那行过来，哇塞，无缘无道真的来，好即摆足侪人唔知影过程，至少爱知影台南乡村叫张大少啊。自由是咱的嘞。不是中国国民党讲的准绳嘞！这300人来台湾大大小小变是恐怖，发生这些代志，希望大家继续坚持、坚定你的脚步，继续为着台湾民主自由奋斗。台湾真正有这个故事。听过没？在牢里一段时间也很辛苦，虽然一会还是很辛苦，为了生活，为了他们到处都是找人。我非常非常爱你，我很珍惜他，因为他爱了我，才让我加手就啊！台湾独立！你个北京啊，我差点把你给叫，不能是这样，把塞把他，你个不能是这样，把塞。
把刀，我爱你输，无可能完成，都从你甲我的尊严咱地涂骹，我的心我想，我的快乐，所以我在我的天，你敢不分你啊？我操你妈的脸你敢不分你啊？我操你妈的脸你不要再打了，把塞把刀，你不要再打了，把塞把刀，我爱你输，无可能完成，都从你甲我的尊严咱地涂骹，我的心我想，我的快乐，我的伤心的被子拥抱。很久没有，你一定爱知影一件代志，咱的自由是真袂打拼来的。咱一定爱知影，虽然身为台湾人足辛苦，我不讲，不过咧，自由是咱上珍贵的宝藏。你若要继续做台湾人，来教会听出来，这位讲台湾加油！我想给配合 DJ 小魏、原乡人，关注中台湾中共，见面见共。